你有冇覺得年紀大咗之後，原本7、8點鐘先醒，而家清晨5點幾鐘就自然醒咗呢？你可能會擔心，我夠唔夠瞓㗎？會唔會影響身體？使唔使食安眠藥呢？大家好，我係 Dr. Jess。其實中年打後早醒唔一定係有睡眠問題，好多時候只係身體進入咗一個叫做60+嘅模式。隨住年紀增長，大腦裡面負責管理生理時鐘嘅總司令部會慢慢老化，再加上如果白天曬太陽嘅時間不足，褪黑色素同埋令人清醒嘅荷爾蒙嘅節奏亦都會有所改變。所以中年打後可能會出現早一啲眼瞓、早一啲醒、深層睡眠嘅時間減少，同埋夜晚黑醒2、3次，難啲一覺瞓天光。所以重點唔係一定要瞓夠8個鐘，而係第二日起身夠唔夠精神，有冇成日覺得好攰，會唔會影響我哋嘅日常生活？但如果早醒之後長時間都瞓唔返，日間好容易攰，情緒低落，記性明顯轉差，又或者有嚴重嘅鼻鼾、步履不穩、混亂，就唔好自己亂食安眠藥啦，應該要盡快求醫，做個詳細嘅評估。喺我同 Dr. Jimmy 嘅新書《睡不着不一定要靠安眠藥》裏邊，我哋會用失眠仔25問，幫大家分清楚乜嘢係正常嘅老化，乜嘢係真正需要處理嘅睡眠問題。記得早醒唔一定係失眠，可能只係你嘅身體已經開啟咗60+嘅模式。希望你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呢個鐘仔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啦。